我係中原地產愉景新城分行 Angela 胡小姐。今日嚟到愉景新城3座一個低層 A 室，同大家睇個3房套單位。依家睇片先。位實用面積682尺，喺愉景新城嚟講屬於最大嘅積。望返西北方向客廳同飯廳都好寬敞，好闊落。門口左手邊係廚房，用咗白色櫥櫃系列，幾新淨，可以用得返。廚房可以擺得落雪櫃同埋洗衣機，再擺個洗碗櫃都仲得。呢就可以講話係巨廳。走廊右手邊係第一間房，可以擺到單人床同埋衣櫃，依家就擺咗2個大衣櫃。走廊左手邊係一個新裝修嘅洗手間，有窗，裝修好新淨企理，改咗做企缸。業主就擺咗洗衣機入嚟呢個位。走廊右邊第2間房係第2大嘅房，有2個窗，採光度非常之高。呢個可以擺得落雙人床，又或者有啲業主呢間房瞓2個小朋友都可以擺2張書台。跟住落嚟係主人房同埋主人套廁，主人套廁都可以擺得落牆，浴缸都係新裝修嘅。主人房嘅床可以3邊上落床，左邊又擺咗大衣櫃，右邊仲可以擺一個窄窄地個白色櫃。呢個單位完全可以就咁拖喼入住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中原地產愉景新城分行 Angela 胡小姐。